南投市五育高中的排球队参加华中杯排球锦标赛，摕到全国的冠军。南投县排球委员会特别来致敬奖励金。南投市五育高中的排球队参加华中杯排球锦标赛，得到全国的冠军。成立5年，佫摕到好成绩，和全校师生拢感觉真欢喜。谢谢教练教我们突破障碍，让我们能够更进步，比上一年更好。我们五育高中排球队这个成军，每个学生大概都是90%都是布农族的学生。他们其实身高都不高，但是他靠的是他们的毅力、技术，还有他们的弹性。南投县排球委员会嘛来颁发奖励金，期待这球员会使继续打拼，为冠争光。咱的选手咧，无互咱南投县闹亏，短几年来咧，就摕到咱全国排球比赛冠军吼。这阵囡仔透过拍排球，唔但得到成就感，嘛有一个奋斗的目标。